向警告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29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新竹湖口一搭违法的移工宿舍伫张仔火烧厝，消防分队一个姓尤的分队长救出4个人了后，佫冲入去火场要救人的时，互高烟砸甲昏去，不幸过往。检方伫昨昏上验遗体，确认伊是砸着烟才会不幸殉职。 二楼的窗仔门是一直请演出来，伫新竹湖口的这个移工宿舍，二月早起7点外发生火灾，警车接到报案，随赶去现场来抢救。消防车停在我家门口，我就吓一跳，出来看的时候，就已经浓烟密布了啦，就已经延烧到2楼，整个都是黑烟。该就是租这个房子，可以分给好几个人住这样。上面很多隔间就对了。还会分很多人住。 警察经判讲，导火地点是伫2楼放物件的仓库，随由水上来抢救，火势伫8点半左右爆发。不过分队长尤尚华伫救出4个受困民众了后，为着确认内面敢有人受困，佫一摆登去火场来找，所砸着浓烟熏气，无喘气、无心跳。伫火场发现伊的时阵，伊的空气管内已经无气体，连伊的面往嘛已经烫伫边啊。 因为它脱掉的时候，因为这个它脱掉，如果没有把那个气阀关闭，它还是死气漏气。它当下是面罩是脱除的，那气瓶是没气的。尾暗的时阵，伊的遗体是心得检警和伊的厝内人做伙验尸，确认尤尚华是无明显外伤，但肺部和呼吸道拢发现大量分粒仔和碳粒仔。研判伊是砸着浓烟无喘气死亡，家属无意见，遗体是未解剖。新竹县消防局是启动甲尤尚华对成2线时的大队长申请保养令。导火地点是非法的移工宿舍，查无列管做册资料，港务处嘛查无公安申报的记录，防救出来移工伫案发了后，就随人讲，警方调监视器，而且通知这本地是做这间厝，后壁佫甲厝分租互别人的这个查某人到案。伊讲伊23才租这间厝，楼骹佫在装潢，2楼即马是借互越南共乡的朋友来住。记者综合报道。 新竹湖口发生火烧厝，造成一个消防人员殉职，不幸过往。即马是搁再引起消防人员职业安全的讨论。嘛，因为这10年来已经有44个消防人员过往，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就批评政府对消防改革无要无紧。即马搁有人员过往，因是要求政府要提出具体方式来回应基层消防员的诉求。殉职的消防员尤尚华因老爸为高雄上北赶去甲病院。 面对时大丧逝世心痛，伊是好甲死难随。遐若尤尚华因小弟伫台北市消防局服务，嘛紧赶来。毋敢相信因阿兄已经殉职，包括新竹县长杨文科、消防署长萧焕章等人，嘛拢赶去病院慰问。希望能够往南部回到高雄地区服务。那这些的家属的期待，我会带回去来跟我们高雄地区这边来沟通。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快能够帮忙家属。殉职的消防员尤尚华是警大81期毕业，今年29岁，捌伫新北市消防局服务。去新竹县了后，做第1大队分队长。去年9月做新工分队长，煞因公殉职。真侪同仁甲好朋友拢去伊的人面找留话。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甲立委批评讲，因对消防员治安等等改革的愿望，一届过一届。 政府是拢结外挂，即届佫发生悲剧，政府佫较应该具体来回应基层的诉求。不要只是做半套，执政党是认为治安的部分放进消防法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不是基层想要的。基层想要的是全面适用治安法，或者是你至少让我在公务人员的保障法里面有治安的相关条文。政府应该要重视每一次的发生，更应该要尽速来推动改革，作为他们最强力的靠山，为他们的生命安全来做保障。这3年来，中华交友大楼的火灾造成一个消防员殉职。今年屏东平阳工厂的大火，损失4个消防人员。加上这届事件，这10年来已经有44个消防人员不幸殉职。即马佫发生消防员伫执勤的过程当中发生事故，互拍火兄弟的工作安全甲权益，佫一届受到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因若台电有一个姓苏的员工，伫昨早8点外，伊是伫台南仁德区在巡电塔时，发现一个电塔顶端有小瓦烧。伊徛到我要斟酌看的时，因为无徛安全距离，全去互电去电着。身躯的衫裤随导火，加在意识清楚，身躯顶有3成的烧烫伤，即马伫病院治疗。
救护车到现场，倒伫探家的姓苏查甫人意识清楚，也当讲电话，也过事发进前，伊伫几站楼悬的电塔后电火烧着，规身躯有30拍的小烫伤。他身上就是有大面积的烧烫伤的痕迹，这样子，从他的颈部以下一直到大腿以上，胸跟背部都有，2只手也有这样子。安全距离没有保持好，他说发生闪漏，然后被他那个电弧烧到。事发地点伫台南市林德区文化路3段，细数查某人是带电员工，专门负责电塔巡检。在去8点外巡检的时，发现电塔顶有鸟仔树，亲像想要检视状况，佮无保持安全距离，也无穿防护安全护裤，互电火烧着伤，送医救治，现场也暂停作业。是不是他先上去看，或者是说，这个详细的情况我们还要再做一个确认。昨天或者是今天早上都有下雨，所以这个天气的因素也是可能其中的因素之一。后续的这个我们会有一个专案小组来调查。电塔顶挂着红仔杆照，显然鸟仔造成的状况袂少。规事件除了无保持安全距离，台电也无排除甲天气有关系。台电强调，当事人要上电塔，拢爱穿防护安全护裤，所以爱厘清受伤的当事人敢是只是想要检视状况，而毋是要隔空作业。后手也当公司成立的调查小组查明。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因为南平云系已经减少，所以各地雨拢会较停，是以侪云为主的天气。咱同齐来看云图。今仔日落雨的所在只剩食方面的基隆北海岸到宜兰，雨水较济尔尔。其他所在今仔日拢是侪云到好天。也若基隆北海岸到宜兰日时的高温是21度至22度，中南部今仔日温度是回升到24度至27度，也毋过早暗的温差较大，所以乡亲若是有出门，早暗就一定爱记哩晒衫。也若即礼拜就要跨年啊，下年尾到元旦天气是拢差不多的，也毋过东北季风对礼拜开始变强，这一波是较大冷的空气，所以各地头天气较稳定，敢若北台湾甲东部较够落雨。高雄有一间协助人解毒的诊所，即嘛是互检方调查发现讲，诊所负责的医生是记载看诊的医生甲护理师卖解毒针互民众。伫去年1月份，就有一个姓陈的患者，一天煮2解，伊个食毒，尾啊全死亡。高雄的检方即嘛是依照过失致死，还佫有卖死级毒品这罪嫌，甲诊所的负责人，还佫内底医生甲护理师起诉。这间去互指控的诊所照常咧营业，患者是出入入。不过，这间诊所有医师甲护理师，拢总3个人去互检方起诉。去年1月初，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去诊所挂号，入诊了后无医师来甲看，直接由护理师甲煮解毒的痧。迄天下晡5点，这个查甫人甲因朋友搁一届去诊所，护理人员并无发现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已经有煮过解毒的痧，所以搁甲煮一重。而且医师嘛无甲提醒，讲注射了后袂当食海洛因。结果，这个查甫人迄天转去了后，哪像食海洛因了后中毒身亡，家属是起一个甲提告。即知情并放任该诊所之医师人员，得向未经医师实际诊查，开给处分之病患收取费用后，禁止贩卖第4级毒品，且属管制药品之安定2弹瓶针剂与病患注射。根据检方的调查，这间诊所的负责人嘛是内底医师，从去年1月份开始。若像有在门诊的医师、甲护理师，毋免摕药单，就会当被解毒的痧互患者，而且甲注射。这个药啊是属于第4级的管制药品，而且久来会调着。虽然诊所的负责人讲，对诊所的业务是完全无了解，检方也是甲相关的人士以涉嫌过失致死、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医师部分依违反医师法，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外，并得处分停业或废止其医师证书。护理人员部分依违反护理人员法，最高得废止其职业执照。市府表示，这间诊所伫民国105甲107年，拢因为违反医师法等相关的规定，被判停业6个月，甲10万块的罚款，慢慢换过诊所的负责人。伊当阵审核证明的文件有符合规定，发予伊开业的执照。即个3个医护人员去互起诉，会搁一个启动稽查的工课。这个负责人医师若是累犯，上当会当连医师的证书嘛拢报请中央撤销。不过审议结果出来进前，这间诊所要会当营业。记者综合报道。
越南法务部调查局是伫高雄的小港国际机场抓到走私海洛因的毒品案。这是伫今年9月份，有2个菲律宾人将毒品藏伫行李，想要过海关，加载有抓到。调查了后发现讲，因内底有9公斤的毒品，市面上的价值超过台票3000万。海关人员把这批行李查落来，内底有一捆一捆的包装布，用刀啊刮开，内底竟然是一级毒品海洛因，嫌犯真好打，要直接运到过海关。算算有30-40捆的包装布。高雄调查站副主任表示，这是头摆看到嫌犯用这种方式来藏毒，行为是真嚣摆。较特殊的方式是，因除了用但迄个袋啊内底夹迄个夹藏的方式以外哦，因阁有用迄个弹性绷带，这是阮第一个看到的方式。因甲弹性绷带套开了，甲毒品夹在内底，来甲佮重新包装安尼。代志就发生伫9月，有2名菲律宾籍的工人，分别是40外岁甲20外岁查甫人，因假做观光客要入境台湾，过海关时，伫因行李内底发现真侪包装布，佮有囡仔拍的卡网。海关人员用机器检测，连面有反应，内底确实藏9公斤的毒品，粗估价值有3000万。拢甲抓落来了后，会对因的行李内底就有查着啊，差不多总共有9公斤的迄个一级毒品海洛因，算是目前为止伫小港机场上大件的。经过高雄市调查处调查，这一冬来拢总查到5件毒品走私案件，毋有制毒工厂，佮有包裹走私等。这摆嘛正做这几冬来小港机场查到毒品量上侪案件。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台北股市伫昨昏起18点，收盘收伫17910点，离18000点无到100点。今仔日要宏观，敢会当徛起哩18000点，即嘛是正做投资人上界关心的话题。继续关心《自由时报》，到今年11月份，咱台湾65岁以上的时代劳动参与率已经是超过1成，这是有统计以来头一届。也毋过，也是甲南韩比起来，南韩有37%，新加坡有31%，日本有15%，比起来咱台湾也是真低。来看联合报，南韩的中央日报有报讲，中国伫世界5大知识产权局有去申请半导体专利，数量是大大的增加。对2003年14%到2022年已经超过71%。也若以企业来看，去年发布专利发布上侪的是咱的台积电。来关心第3场总统政见发表会昨举办，3党的候选人针对新北市高中生伫学校内底防台视的这个案件，拢有表示哀悼，因拢有提出防治校园暴力的政见。好友伊阁甲焦点放伫劳权甲经济议题顶悬，也若两岸议题，赖清德是强调讲，伊才是内底唯一行信任台湾这条路的人。佮讲另外2个拢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也若郭文铁随呛讲，伊当时讲过，伊接受一个中国，佮批评赖清德竟然公开诈骗。第3场嘛是上尾一场总统政见发表会，28暗时开始。第一个上台的郭文哲是替新北市高中生红挂暗棍死亡，新北州站起来哀悼10秒。3党的候选人拢对这表示哀悼。国民党的侯友宜是提出防治学校暴力4大主张，嘛讲到劳权、经济等等。戴主席，我会记你嘛讲过，赵武元、叶新老孙3万就做功德，嘛会记讲你叫消防员捕风捉蛇也当作功德，所以有讲是讲劳工是咱心内上冷的一块哈。意思是讲劳工劳权，是不是民进党会当甲软土寸骨？侯友宜是提出守护劳工7件代志，含改造台湾的3支箭，强调讲，若伊做总统，一定去创造两化的和平含经济内果，和台湾的经济佫起来。民进党的赖清德是伫两化议题，强调伊才是唯一行信赖台湾这条路的人。我也是唯一一组走信赖台湾这条路，他们2组都是秉持一个中国原则，一个接受9·2共识，一个是喊两岸一家亲。只要中国对台湾施压，包括挖了我们的邦交国，一定是批评台湾政府的不是。
罗清德嘛讲，若国民党和民众党伫国会占多数，因会当修法还是立法，推动服务和两岸一家亲，到时是要安怎来保护台湾？对这郭文德嘛随回击，强调家己并无讲过接受一个中国。台湾诈骗很多，其实刚才赖副总统就在示范什么叫诈骗。我请问你，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接受一个中国？你说两岸一家亲，我跟你讲，2015年我就讲过了。你们2016年的选举，多少个你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拜托我去站台，连我妈妈都被拉去站台，其中王定宇都去了好几次。那时候你们怎么不觉得两岸一家亲有问题？三场公办政见发表会结束了后，这礼拜六的下晡2点，3个候选人会在公司进行唯一一场总统电视辩论会。副总统的电视辩论会会在明年元旦下晡2点举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检调侦办外部势力介入咱即届选举，即马阁查出有东乡会，也阁有南投县府一个机要秘书涉嫌接受中国统战部门的赞助，招团去中国游览。法务部是表示，全国检方侦办涉嫌违反渗透法的案件，加共有77件，这是比2礼拜前增加要60件，手法拢是交代旅游上济。台北市安徽省东乡会27个人的旅游团，伫顶个月去中国的安徽参加交流活动，搁去真侪古迹景点观光看风景。检调接到通报，讲即抓7天6眠的行程，逐个人是开16000块。车大和交通疑似是中国的统战单位资助的。期间，搁有台办的人员伫参会时阵，要求团员爱支持特定政党也是总统候选人。北检是分8路来敲查了后，28透早，甲台湾安徽东乡联谊总会省理的秘书长和东乡会社上的理事长声押。本署侦办台北市某同乡会成员接受招待赴陆旅游，涉犯反渗透法等案件，检察官讯问后认为李姓、宋姓被告2人罪嫌重大，且有互相勾串湮灭证据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台北地方法院伫审理了后，日本暗时是裁定社上的理事长8万交保，社理的秘书长30万交保，两个人拢限制出境出海。南投地检署嘛查到现任的南投县政府社任的机要秘书涉嫌接受中国的招待，带10多个人去杭州旅游，先后以20万交保。法务部指出讲，目前全国各地检署来侦办反渗透法的案件，已经分案了77件，对象157个人，和2礼拜前比是增加到60件，手法是旅游招待上济。越靠近选举，检察官他收证的证据他会越齐全，所以整个案件侦办越有开花结果。检察官他的侦办密度、他的侦办强度会更加的强化。法务部强调讲，会透过专线清查、专力侦办、全面反制和全面封堵这4个手段，来防止境外的势力介选，而且会加强来查有啥物新的模式。另外，伫行政院这边嘛提出2000万的奖金，要来鼓励全民检举不法的介入选举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以下战争。即马以色列的战车伫28日时已经驶入去加沙地区的中部，而且继续针对加沙地区的南部的空袭。巴勒斯坦的卫生部有对外表示，过去24点钟已经有超过200人过往。以下冲突发生到呾，巴勒斯坦的死亡人数嘛已经超过2万人，占因总人口的1%。搜救人员是拼命在学，甲呼救队下骹都有在喘气的查某红婴仔成功救出来，哪破哪用走的冲去病院，只是讲才尽力在救人，但是外口的死亡同款一直发生。以色列的战车日被驶入去加沙走廊中部的布赖吉，傍南部主要城市汉尤尼斯市中心的一间病院。南部和埃及相接的边境重镇拉法，有几十个人因为空袭死伤。זה אזור במחנות המרכז, שם אנחנו ביום השלישי להתקפה, הורגים מחבלים רבים ומחסלים תשתיות טרור. 巴勒斯坦的卫生部门讲，过去24点钟内有210个人伫以色列的攻击内面死亡。以下冲突以来，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1000人，已经是加沙人口的1%。皇帝伫旁园建物下骹是失踪的，恐惊还有几千人。就算美国已经公开呼吁以色列爱拍较准的，缩减对加沙地面进攻的范围，但是以军对亚旦在进前，施展的火力敢若一直升级尔。
名。哈马斯嘛放出伫布奈吉的战斗影片，互外界知影讲以色列嘛受到攻击，而且有人伤亡。伊方讲目前加起来有169个士兵战死，过去1礼拜是冲突以来伤亡上惨重的。انفتاح الحركة على أي أفكار أو مقترحات لوقف العدوان بشكل كامل ونهائي。另外，以色列伫救人质的部分，会使讲是无什么进度。以色列政府的发言人士被讲，11月底停火协议内面有110个人被放出来，有23个人已经宣布无消无息死亡啊！埃及继续斗协调，顶礼拜和哈马斯的头人见面，提出3阶段的停火计划，但双方拢无回应。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晚近年底，即马北韩的动作是愈来愈多。北韩伫顶礼拜才发射弹道飞弹，因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搁伫会议顶头放调讲，要求因的军方一定要加强战备，因讲因要对抗美国。另外，外界的解读是讲，金正恩的意思想要加深甲俄罗斯的合作的关系。若讲一讲，伫南韩因是有动员上千的军警，也搁有救灾人员举办遮罕见的演习。那演习模拟的内容就是北韩雄攻击小年的时，因要安怎应用？伫标准的欢呼声，北韩劳动党召开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9届全体会议。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伫会议第2天表示，明年政策是加紧备战准备，而且要扩大加反帝国主义独立自主国家的战略合作。北韩官媒报道，金正恩27要求人民军军工协务加民防部门加紧备战，通应对美国目前的对抗做法。不过并无说明具体内容。伊提起的国际战略。南韩媒体解读是，北韩要甲俄罗斯等反美国家加强合作。北韩18早发射火星18弹道飞弹，引起美日韩不满，即马搁放调加强备战。朝鲜半岛局势恐惊搁升温。不过美联社引述专家分析，讲金正恩的言论表明北韩有可能继续进行核武试验，不过目的可能是明年总统美国大选了后，摕核武当作甲北京外交谈判条件。同一天，南韩是伫首尔罕见的展开防卫演习。有几路演习人员假造北韩敌务，提前进入首尔一间净水站装炸弹。另外一边，南韩军警快速到现场救助互人攻击的伤患。模拟内容设定做安怎应对北韩攻击首尔供水、通讯这基础设施，就是反对哈马斯攻击以色列所造成的灾难场景，伫南韩上演。 세계 최고 수준을 자랑하는 이스라엘의 최첨단 방어 시스템이 재래식 포탄과 원시적 수단으로 무장한 하마스의 기습 공격에 속수무책으로 뚫린 것은 우리에게도 시사하는 바가 매우 컸습니다. 这场演习出动超过1000外军警、消防、救援人员。首尔市长吴世勋指出，首尔离北韩的军事边界敢若差不多38公里，当地还有将近1000万人口，真紧变做北韩的攻击目标，必须时时做好应变准备。安尼无，命互因攻击佮突破防线，后果不堪设想。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俄罗斯伫明年3月17日，因要举办总统大选。 主张和平反战的前电视台的一个查某记者，叫做邓佐华，伊进前冒去登记讲要参选，也过说互因的中选会讲，伊申请的文件内底有真侪错误，已经甲伊退回。伊不好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也过27日时嘛互驳回。即马邓佐华确定无法度参选总统，也过伊无放弃，伊即马要创立新的政党，要推动俄罗斯的和平、自由和民主。 穿浅蓝色的大衫，俄罗斯女记者邓佐华伫法院听证会内底说明提起诉讼的原因。俄罗斯明年3月17日会举办总统大选，正经做电视台女记者，暂时是地方议员的邓佐华，要呼吁俄罗斯政府应该赶紧结束俄乌冲突。为了参选总统，依照规定得到超过500名支持者的提名，20去申请登记候选资格。不过俄罗斯中选会所用提交的文件有评字、编排错误等等超过100错误做理由。 第23拒绝伊的申请，伊了后马上决定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степени все равно принимается решение где-то не совсем в кабинете Центральны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комиссий, да.
不过第二次，这个法院驳回邓祖华上诉，等于是禁止伊参选。对此，邓祖华认为这是剥夺少年的俄罗斯人在政治体系内底表达观点的机会。当时阵嘛表示，伊会开始努力创立家己的政党，来推动俄罗斯的和平、自由和民主。Потенциально сегодня нет партии, которая бы представляла наши интересы. Нет партии, которая бы транслировала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ценности за мир, но при этом еще и отстаивала их.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на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выступить с инициативой созда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оторая бы нас всех представляла. 无法度参选的邓祖华已经呼吁支持者转向协助公民倡议党提名的候选人纳杰日经，协助伊联署来得到参选资格。伊甲邓祖华同款，拢捌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暂时俄罗斯真济政党已经各自提名总统候选人。俄罗斯国会第二大党俄罗斯共产党就提名资深议员哈里托诺夫，嘛成功交出竞选文件。不过俄罗斯共产党甲其他政党拢互认为是表面的反对派，普遍拢是支持普廷的政策路线，已经掌权24党的普廷，如果明年会顺利连任，得到新的6党总统任期。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今年剩无几天，也若是2023年，有一寡国际上的焦点人物，亲像艺术界的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还有奥斯卡影后杨紫琼。伫运动界有棒球明星相对流大谷翔平，拢正兄目引起讨论。也若国家头人这部分，一定爱讲到英国的查尔斯3世，伊伫73岁登基，成做英国的国王。请迎的典礼气派西面是2023年5月，英国王储查尔斯总算加冕登基，成做国王查尔斯。In his name and after his example, I come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查尔斯3世3岁就做王储，煞一路等70年。2022年，受世人敬重的女王伊丽莎白2世96岁过身，查尔斯73岁才坐上大位。目前英国的银票银角啊，拢渐渐咧换新，改用查尔斯的图样。镜头换来看56届的大红人，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泰勒斯演艺生涯阁长袖高峰，歌曲是音乐平台 Spotify 风听上侪届女歌手。今年3月开始的时代巡回演唱会，收入超过327亿台票，破历史纪录。演唱会纪录片10月放送2礼拜，全球票房就破51亿台票。And I know with every second of this moment that w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make this short film if it weren't for you, the fans. 泰勒斯的歌词，佮鼓励真侪当着难关也是性缩小的人，唔但爱有自信，佮爱勇敢反击。这也互泰勒斯将做富比士百大影响力女性的第5名，嘛是今年《时代》杂志的风云人物。另外一位为大众带来正面能量的，就是奥斯卡影帝95年来头一位华人影后杨紫琼。Ladies, don't let anybody tell you you are ever past your prime. Never give up. 是演艺界40年的杨紫琼，今年以马的多重宇宙摕到真侪国际大奖，包含奥斯卡影后、金球奖影后等最高荣誉。若讲到运动界名人，就一定爱讲到拄和美国洛杉矶道奇签10年220亿台票，合约金额破纪录的日本球星大谷翔平。牛头牛讲的大谷翔平，今年摕到美联年度 MVP， 甲马大最高荣誉汉克阿伦奖等13个奖。除了精彩表现，大谷翔平嘛带动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包含门票、相关产品、甲广告等等，后者预计2024年至少带动140亿台票商机。我今仔日本来想讲甲恁讲台湾话，但是愈想愈紧张。科技方面，今年上受瞩目的话题就是 AI 人工智慧。台湾人上熟悉就是讲话趣味的回答执行长黄仁勋。黄仁勋伫咧台湾出世，1993年创办半导体设计公司回答。AI 产品今年登场，就带动回答股价大起，市值破1兆台票。Hi Barbie.
Hi Barbie, Hi Barbie, Hi Barbie。除了这寡真人名人，今年热闹的两大电影《Barbie》甲《奥本海默》，若无小抢市场，甚至佫出现《Barbie 海默》双赢效应。两地票房强滚的电影，入围金球奖真侪奖项。明年1月7日颁奖典礼佫在对决。记者苏美整理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越南即马非洲地震佫压起来啊！21天内爆发8外例，已经灭掉8,000只猪啊！即马已经超过460栋。当地政府是开新台票68万买石灰粉来防疫，嘛鼓励饲猪户爱配合使用化学品来消灭疫情。来关心缅甸诈骗是真严重，军政府伫边界已经抓到规模几60亿美金的诈骗产业。即马因要和泰国举办军事合作，因是讲要全力打击两国边界的诈骗集团，而且要甲外国的人口买卖集团，还有诈骗集团全部拢赶出境。来关心罗马尼亚是对外宣布，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和奥地利即马有达成协定，伫每年3月份因要加入新经区，成员就会当经过海空2种路途自由往来。也不过奥地利即马强调讲，这也搁咧谈判，因只是提出因的想法尔。因若咱台湾和美国，咱两边的警方嘛有合作，是当初掠到咱台湾头一站利用3D 列印的技术来做枪零件的改枪案。这个嫌犯两届对美国走私枪的零件，这是互美国 FBI 发现了后，美国通报咱台湾，和咱台湾组成专案小组，尾也顺利掠到歹徒。43岁小女工程师双手上铐，互传就警车，因为警方伫伊台北市树林区大的所在，超出2支有杀伤力的改造克拉克手枪几啊粒，当地枪枪支加大批改造枪支工具。讲家己是军火备的长嫌，佮用3D 列印技术制造出12支克拉克的枪。比较特殊的是，嫌犯他为了躲避警方的查缉，他用这个3D 列印的这个技术，来把这些枪支的，包括枪身，然后做一个制造的这个情形。本局也会持续的在跟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些执法单位进行情报合作的交流，维持社会治安。此案是台美警方联手破获头一件3D 列印改枪案，案情会见光，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甲 FBI 共同分析地带威胁物品侦做时，发现中嫌捌伫去年甲今年2摆走私克拉克手枪的主要连续件来台。美国通报了后，甲咱国组成专案小组破案，台美合作为警政科技国防。美国总统拜登顶日签署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因过中国国表达坚决反对。咱国外交部正面回击。我国扩张国际空间以及维护台海和平努力的各项努力与作为，也不会因为中国的抗议而受到影响。今年12月以来，中国已经有7粒中国探空气球飞过海峡中线，引起联想。中国国防部讲是，民进党政府为着要谋取选举利益，调工炒作军事威胁，扩大紧张气氛。不过，咱国国防部表示，国军会伫明年1月12日下昼5点到10时早起8点为止，执行重点加强戒备，对共军活动保持高度警戒。记者综合报道。因若交通部有公布今年10月份道路交通事故的案件，计敢若1个月尔，就32000多件，造成291个人死亡。死亡人数是比去年同期佫较侪，因为今年即马已经无法度达到交通事故死伤降低到5%的目标。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伊个人和交通部拢会检讨。今年4月，台南市规定分局警员执行路检任务时，予啉酒查甫人赛车弄到大刑，差1点互交过。实际来到台南市区，还未到下班暂放时间，伫胜利甲小东路口，车来去真无行，这是当地1个9月车祸案件发生的热点。本身道路规划就有问题了，那执法的素质什么，其实也没有起来。如果大家都有好好遵守规则的话，那也是不会发生事故啊。交通部公布最新道安数据，今年10月单月道路交通事故有32395件，造成291人死亡，其中行人死亡48人，比去年同期增加9.1%。交叉分析各县市道安状况，甲去年比整体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增加上侪是屏东县，那行人机车酒驾死亡，拢是台南增加上侪，台中市是高龄者死亡侪。交通部长王国材讲，今年可能无法度达到死伤下降5%的目标，伊个人甲交通部拢爱检讨。行人的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最近来看整个
在路口这个停让行人事实上有改善，这些死亡和伤亡的部分真的非常的不满意，我们要去继续努力。交通部表示，目前甲内政部共同进行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移调สู่路口办理，收件审议了后，符合资格有799个，拢会补助，希望优化环境降低事故。那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伫明年1月1日起施行了后，道安会部会提升到行政院层级，会当统筹各部会推动道安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30多岁女性，伫2天前医治流感预防射了后出现后遗症，目睭开始会感觉蒙蒙，互医生是诊断出这是视神经炎，尾也有摕到4万块的救济金。疾管署即马表示，治流感预防射了后，伫国际上出现视神经炎的几率，敢若是1/103尔，所以这个案例算是真罕见的案例。拄一人就会当预防去患着流感病毒。不过，台中一个30多岁女性，2021年治流感疫苗了后，这边的喙皮会皱、甲目睭蒙雾等等的症状，叫医生看后诊断是视神经炎，虽然无度确定敢是有关联。不过，卫福部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审议小组，简称 VICP， 要是放令认定，决定予伊救济金4万块。国际上的文献是显示说，接种流感疫苗后，出现视神经炎的这个发生率呢是很罕见哈，是1/103哦，所以是一个相当少见的一个状况。疾管署表示，视神经炎上接看的症状都是视力下降，发生的原因可能甲感染、自体免疫疾病有关系。不过，治流感疫苗了后，发生视神经炎的几率增加，嘛真罕见。国内顶一个治流感疫苗了后，视神经炎的核定救济案是伫2021年。视神经它是中枢神经的一部分，所以很多人打疫苗以后，有时候会肢体麻痹啊，或出现一些跟这个神经相关的一些症状。那如果发生在眼睛的话，就产生视神经病变。疾管署强调讲，大部分视神经炎的患者经过全身性类固醇及时治疗了后，视力会豆豆恢复。所以要是呼吁高危险族群，爱赶紧治流感疫苗。那卫福部 VICP 审议小组最近开会，拢总审议134个案。有7案核定发救济金，包括新冠疫苗5案、流感疫苗1案、卡介苗1案，分别领到大票5000块至6万块不等的救济金。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要提醒乡亲，酒咸食拄好就好，因为食济对身体无好。彰化县的卫生局伫今年有抽验，计共是抽验91摆，其中有发现6项的产品无合格，会依照食安法，上当会当罚300万。笋干会当控肉，酸白菜通好煮汤，袂少人介意用酱菜来料理。彰化县卫生局就来公布今年酱菜抽验的结果，抽验酸菜、竹笋、酸白菜等等，总共91解，其中有6项产品违规，依照食安法会当罚3万以上300万以下罚金。这6件包括有这笋干、咸菜。加这酸白菜吼，那检验结果是有这防腐剂、防腐剂、加漂白剂、2氧化硫、桥硫吼。那在违规的产品吼，第一时间都已经令这个厂商爱下架，袂使去贩卖。这6项无合格酱菜有来自婚林东明食品的竹笋、婚林带有果菜行的酸菜、嘉义美源物产的笋干、台中达兴公司的酸白菜，以及中华文种实业的生豆仔加酸白菜。有验到漂白剂加防腐剂，大约超量2-3倍。漂白剂这种物件吼，嘛是算咱的食品添加剂的一种。这种物件你使用的量时阵拢要真细致，啊无这种漂白剂啊吼，譬如讲像亚硫酸盐这些物件哦，这使用量过济的时阵，这嘛有可能会造成一寡气管系统的方面的问题吼，引起到一寡气喘啊吼这些问题哦。营养师表示，酱菜在生的时阵会掺盐甲糖，若是高血压、腰子病、心脏病患者，盐分的质量就要真注意。买酱菜就要选包装标示完整的产品，若是色水无自然，片起来插片，千万唔通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姜仔虎看起来是真古锥。伫宜兰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进行着游客涉嫌用棒咧生姜仔虎，互其他民众看到了后，翕落来提出检举。穿孔雀甲的查某人，甲胖友仔压伫涂骹，生姜仔虎出来食，通翕相，这画面拢互附近的民众翕落来通报检举，因为这种做法已经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架设好摄影器材。并将面包屑撒在摄影区域周边，诱拍进食的画面。全案经警方调查完竣后，
于今日将周贤以涉嫌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函请宜兰地检署侦办。保育类动物金好外形古锥伫太平山区不时为游客会甲饲通翕相，引起生态问题，较会改变野生动物食食的惯势甲生态环境。若是家己无注意，也有可能去喂到小高病。最近的记录是有检验出狂犬病的记录，所以只要民众喂食的话，不仅是影响野生动物的健康，还有它的觅食习性之外，也会让我们人暴露在那个感染狂犬病的一个风险之下。改变它一个行为的部分，就是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所以依法是可以做相关的拆除。林业署指出，类似投诉要成案真困难，要有明确录影搜证，包含这个案件。最近拢总查到2件，依照即卖的野保法，这个个案面临1年以下刑期，上悬30万的罚金。农业部研究伫森林法制定条文，禁止民众伫森林游乐区甲自然保育区饲野生动物。若做发现违规，也当提供线索，为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全国第3座救灾专用的搜救犬训练场，昨昏伫新竹市正式启用。要挖300平的训练场地，内底有模拟地动了后厝倒去，甚至是水崩山、崩坑有人掉伫内底即款的状况。目的是要提升咱国内搜救犬的救灾能力。训练场里面是模拟建筑物由于地震的关系变成了倒塌现场的瓦砾堆。现场领犬员黄国峰指挥搜救犬 Henny 前往全岛的区域瓦砾堆来进行确认的搜索。搜救犬在一大片叶片内面靠敏感的片仔，免偌久的时间就找到掉在内底的人员。另外一边是搜救犬在已经倒一半的厝内顺利找到受伤的人。专门负责训练搜救犬的队员讲，在训练的过程中，上重要的是搜救犬参人员之间要互相信任。一开始要跟它培养感情，那狗狗对你建立到一定的信任度之后，其实我们才会进行这个训练。对，那训练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游戏规则，其实一开始就要让它去知道，就是你做对了才有，那你做不对就是没有，那不能我们奖励品不能乱给。台湾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三不五时就会地动，搜救犬的训练更加重要，尤其是透过专业的训练场所来提高训练的效果。我们现场的一个组合屋跟4个货柜屋来组成，那这个组合屋其实我们是模拟一个5层楼的一个建筑，它1、2楼全毁。那各位看到的现在是4、5楼，那3楼是所谓的坍塌。台湾近年来有一些山搜的一些案例啊，就是很多人去登山走失。那其实，在山搜这一块，我们目前像消防署也是有积极在推动做山搜的这个训练。对，那希望未来说这个专长如果有培养出来，那也可以对国人有非常大的帮助。除了搜救犬训练场正式启用以外，新竹市长也在现场替通过国家 MRT 救援能力认证的搜救犬举行授解仪式。嘛，期待训练场未来会当提供给全国的搜救犬，通在这接受训练，提升搜救犬的救灾能力。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湾危机高端的技术柯学宏，今年伫杭州亚运，伊摕到个人赛金牌。海防技院董事长特别颁300万甲鼓励。柯学宏表示，这个金牌上解欢喜的，就是危机，互更较侪人关心，互更较侪人看到。伊嘛讲，伊每年会甲重点放伫国际赛，伊要拼世界第1等。不管是接受海防技院董事长林文彪颁发杭亚金牌300万奖励金的代表支票，柯学宏拢甲过去同款的评价。那伊伫亚运连续拍败世界前3的技术，提升台湾飞机能见度，飞机界拢受到真大鼓励。很开心，就是围棋能够更多的被关注到，成为镁光灯的焦点这件事。可能。对，我还是就是尽量享受。如今我们台湾本土训练的选手得的金牌，我的梦想算是圆了一半。下一个目标就是赢取世界冠军。柯学宏去年怀扫国内围棋8项比赛冠军，是台湾围棋界的第1人。不过伊讲，今年就半年的状态无啥好，想要赢颠倒影响竞技，后来调整心态。亚运的是以平常心全力去比。那今年虽然也摕到国内6个冠军，不过明年目标会伫国际赛。
赢棋的目标还是放在国际赛，就是世界赛，然后都会是单淘汰的比赛，所以每一盘棋都要全力的去准备。北向世界第一前进，柯福宏也强调，其实今年的国际赛，台湾技术名家有增加，希望大家拢会当有更加多机会表现家己的实力，同齐加油。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市中西区的中正路，除了林百惠正影北，即马更有一栋正气派建筑，建筑的背面将有艺术价值，这是有100年历史的五福商店。出租的后代是利用政府的补助计划，甲旧厝原本的模样保留落来。经过3年的修复，即马总算完工。建筑的下面有先用历史的物件来装它，嘛有本土的元素。这栋建筑物混合式的风格，成人自拔。伫店中正路的五福商店是1914年杨添树创立的，落尾伫咧1928年刷来中正路遮。出租后代为了保留老厝原本的模样，向文化部甲市府申请补助计划，修复团队用适当的时间对历史调查设计成做起，一步一步甲老厝外化，重现100年建筑的风华。咱其实比迄个林百惠，也搁边仔迄莫广顶的店铺住宅吼，搁较早，所以迄个时阵伊有一寡代表性啊，包括伊是这条路上早上水的一间厝，啊伊的徛面吼会一寡物件吼较特别。迄间厝伊足大间，啊，毋过伊做者细节的部分吼是2楼的迄沙些部分。古早的相片拢会看到，因兜啊嫁娶啦吼，嫁娶就是翁仔某要翕相，伫迄沙士顶悬翕相。老厝内底无论是屋架、鱼沙士、甲六角砖啊等物件的修复，每一项的细节因拢做甲真有路。像五福商店同款有特色的老厝，根据文化局统计，台南有2463栋。市府计划未来要设全国首创的老厝信托政策，希望透过这个平台来整合资源，提供老厝专业的规划，把创造老厝上大的效益。互遮的人才，甲伫居厝，较上重要的吼，遮的资金会当伫即个平台顶悬来互相来利用。透过安尼的运作吼，希望会当来设立着咱台南这个文化首都的一个关岛。真侪人关心五福商店到底当时会对外公开？负责的团队讲，目前搁咧找人进驻，内底有侪空间通使用。因拍算要甲建筑的元件、甲厝主家族留落来的物品，拢提出来展示，互众人一概看好够开。记者咧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看益生菌，咱拢知影会当促进人体循环，所以对身体健康是有帮助。即马英国就有一个建筑系教授，是对当中得到灵感，伊甲微生物益生菌加入去建材内底，伊要打造永续无毒的有机建筑物。伫咧展览空间的一个壁角，2片墙顶头，规个拢是土壤微生物加有机物质，以特别的方式摆展，会让看到微生物下骹太落的材料是设计做正侪空的几何图形。空气经过表面的时阵，微生物就对空房内面落来。 So we use low levels of water in the concrete mix, but then we've got the soil material which reveals itself on these front ones, which plays a role in both the aesthetics of the project, but also in having these areas where this material will eventually sh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experiment. 这是建筑教授贝克特的迷你工作室，受到日本新林业的启发，伊设计这种益生菌墙，让人唔免去大自然就能接触这款微生物，希望会当对身体甲心灵有正面的影响。 Yeah, it's an unusual approach, and we've had for so long this idea that all microbes are germs and everything is harmful to us, and that's definitely not the case. 贝克特以几个礼拜时间，拢伫咧这个小空间内面做人体实验，结果用抽血分析家己的免疫反应，观察人若长期伫咧这种微生物的环境内面，身体有啥物变化。 This is a pre-study studies, and so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ve taken cells from Richard, and then we've banked them essentially here, and then we're just going to take blood at sequential samples and see if there's any changes in that. And of course, what we'll be looking for possibly is a trend that way, or even a trend that way. And it allows us to engage with that notion of small spaces, what it would mean in urban environments, probably more than rural environments, of ways we can really increase nature into our spaces. 虽然这项实验并无遵照严格科学方法，不过专家也是正面看待，希望贝克特这项实验的成果会让帮助生物完成建材研发。公司新闻牛眼编译。
剩无几天，就要甲2023年讲再会，咱要迎接2024年啊！美国纽约时报的广场，当年在下年倒算的时间的时，拢有一粒大粒的水晶球。即马水晶球嘛已经完成测试。今年水晶球电火倒起来时，会看到甲地暗棍啊、啾啾的这个图形，因为时报广场的地形就亲像啾啾同款。也那另外一个头一个迎接新年的国家是澳洲，这届澳洲有12分钟的宴会表演。5, 4, 3, 2, 1, Happy New Year！ 迎接2024跨年的水晶灯球金喜事，时报广场跨年活动为西元1904年就开始，1907年头一届利用水晶球降落倒算，将近120年来跨年活动拢是全球的焦点。今年设计真特别，由2688块大大细细三角形的水晶片做成水晶球，点到时阵会出现啾啾的图样。因为时报广场的区域外形都哪亲像一个啾啾，也有曼哈顿中城啾啾的称号。今年跨年倒算，就以啾啾做主题，来向时报广场致敬。Dark bow tie, you'll see a big blue bow tie. Now you see sort of these golden bow ties that have come across. We got hundreds of bow ties. 2024 is going to be a great year, and I'd like everyone to focus on the positive in 2024. We've had a lot of negative in 2023, and it's time to look for the good, not the bad. 另外一方面，南半球的澳洲是全球头一个迎接新年的国家。雪梨的跨年烟火秀，逐年拢吸引全球的眼光，差不多有4.25亿人同时伫看。现场原来有100万的民众同时迎接新年。雪梨市政府宣布，今年的烟火秀用原住民元素，佫会结合着 AI 科技所设计图，包括甜甜圈、花、鸡龟啊等等，会成伫雪梨港湾大桥顶。13,000 aerial fireworks. 36,000 ground-based effects. We'll have a crew of 50 people working over the 10 days, prepping each of the locations to make sure New Year's Eve goes off at midnight. 当地民众讲，希望2024会当为世界带来更加侪和平、包容甲理解。这场12分钟的表演，也包括各种海狸壳的形、土青形的烟火，佮同时要庆祝雪梨歌剧院50周年。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天气报你知，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有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1度。来看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